歡迎收睇《期貨決算》。今日請嚟嘉賓咧就係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明添 Martin 嘅。Hello Martin。係。Hello。咁啊，同你跟進一下啦。而家中東嗰邊咧就立亂啦，係嘛？咁啊，環球咧其實個股匯債嘅焦點都落喺嗰度㗎啦。咁啊，如何會影響下成個金融市場咧？咁而家又再度充斥一啲咩咧？叫避險情緒。咁啊，今次揀咩資產做避險咧？美元喎，見到美元咧又強翻去翻98呢一個附近嘅咁。點解咧？之前啊，我記得成年幾大家都話啊，美元啊唔避險㗎啦，又去美元化，又咩貶值嘅即係呢一個嘅交易啊等等咁樣。今次又揀翻佢，又反為唔揀日元瑞郎咯。瑞郎早排咪好強嘅，點解咧？嗱，咁當然啦，就係話今次一個政治嘅地區咧，就係講緊係打伊朗啦。其實呢個睇翻過往歷史嚟講咧，如果去美國啊或者係即係伊朗嚟講啦，打伊朗咧，其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據點嚟嘅，因為大家都會擔心咧伊朗嗰個核武方面嘅一啲爆發啦。咁所以第一件事就係話喺今次個事件裏邊，即係咁多個地區嘅地緣政治裏邊咧，打伊朗個敏感性咧係會高好多嘅，咁個反應都大好多。咁另外就係話美金咧，始終今次係作為一個主導再去打人啦。咁所以咧就係話喺而家叫做作為一個主導者嚟講咧，佢嗰個美金嘅地位咧又會強翻㗎啦。咁其實睇翻咧最近一次咧就係話委內瑞拉事件啦。其實喺委內瑞拉事件裏邊咧一出兵嘅時候，或者攻佔委內瑞拉嘅時候啦，生擒佢嘅時候啦，其實個美金都有一段時間嘅上升嘅。不過因為作為一個委內瑞拉嗰個地勢啊或者係地區嚟嘅個影響力係比較低少少啦。咁所以美國嗰個已經完成咗任務之後咧，其實見翻咧市場嘅焦點亦都去翻講緊美國經濟啊、美國嗰個利率市場嘅情況。但係今次伊朗事件咧就話喺咁多個中東國家地區咧一個重要嘅要塞上邊咧，其實個影響力係非常之重大。咁所以如果係美國成功嘅話咧，可以侵併咗啊，或者係取奪咗呢個伊朗嘅話咧，其實佢所擁有嘅地位咧，或者係作為一個國際警察嘅地位咧，個身份都會上升。咁所以亦都可以咁講，就係話資金上面對於美金嗰個重要性咧，又都睇翻強啲。咁暫時咧市場咧就係脫開咗咧，就係話睇翻美國嘅經濟嘅問題啊，或者係利率問題。主要集中喺今次地緣政治嘅影響力。如果今次美國可以係深入啲去即係攻佔呢個伊朗嘅話咧，其實可能成個政治局面、經濟局面咧都會有個改變，從而咧再提升咗美元嗰個地位喺裏邊。咁所以今次個焦點咧放咗喺美金度。而另外講翻就係話點解唔去日元咧？就係其實啱啱今日都有個報道就係話日本央行咧講翻啦，今次嘅地緣事件咧影響個經濟嘅個影響力咧非常之大。咁所以咧佢哋暫緩咗啊，有機會暫緩咗咧就係話加息個意向。咁所以市場一聽到或者係近排市場最關心嘅就係日元幾時加息，或者可能係4月加息。咁但係而家佢一個延遲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亦都係轉變翻嗰個頭寸啦，令到個日元走弱嘅。咁第二方面就係話，始終美金都係走強咗啦。咁所以日元甚至乎瑞郎咧都係強咗嘅。咁今次嘅地緣政治裏邊，亦都未必會刺激到呢個瑞郎咧。我諗呢個有待觀察，因為暫時嚟講咧，市場個關心點都係美國今次點樣去攻佔呢個伊朗嘅情況之下，可以得到一啲利益啦。咁所以市場亦都未必有一個需要嘅避險情緒咧，就搬咗去瑞士法郎。咁所以變咗咧，而家暫時短暫嚟講咧，大家都睇住美元作為一個焦點。咁變相其他非美貨幣咧都係下跌嘅，而金價上邊咧都係有一個支持作用，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軍事嘅情況，譬如政治嘅緊張，所以令到金價轉好嘅。係，所以見到早段咧，金價其實都逼近過5400嘅咁，之後嗰個而家又去翻5410零呢一個位置啦咁，咁啊繼續都係好似你咁講啦，中東戰事咧都令到啲資金咧拍入去避險走唔甩，都係買金㗎啦咁，咁啊大家就會下一步問啦，嗱呢個圖好清楚啦，上一次嘅高位大概5006附近5594啦，會唔會因應住今次呢一個咁緊張嘅局勢，一舉衝穿佢咧嚇？暫時個市場個局勢真係有啲緊張啦，咁但係亦都叫做有啲緩和，咁但係大家市場上面咧仍然係偏向緊張嘅。我哋見到咧今朝開市咧係夾高而上啦，咁跟住就好快咧喺亞洲市嘅早段咧回落翻嘅調整翻，咁啊市場暫時叫做平穩。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見到下晝一啲新聞或者可能甚至乎嚟緊一啲局勢更加明顯嘅一啲空襲啊或者襲擊啊咁樣咧，可能會令到個市場緊張嘅情況咧會加劇，因為市場始終都係關心就係話伊朗究竟會
唔會除咗導彈之外咧，將個核武轉化為一個新嘅一個攻擊？而呢個核武反擊或者甚至乎美國方面會唔會出現一啲危機咧？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各個嘅央行或者投資者咧，暫時都係睇翻咧金作為一個主要嘅避險情緒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嗰個局勢開始有少少慢慢緩和，甚至乎美國可能放軟咗手腳，未必會再深入去攻擊嘅話咧，咁呢個亦都要睇翻個市場嘅情緒可能會有急劇嘅轉變咧，令到個金價咧有個急速回落嘅。咁所以而家就算去到5600呢個位置咧，就只係暫時作一個重要目標。如果個局勢係加劇嚴重嘅話，咁5600呢個價位就可能會上望啦，更加高5800甚至乎6000水平。但係相反，頭先我提及過就係，如果呢件事件美軍方面已經係暫停咗襲擊嘅話咧，可能會急速令到個金價咧翻返去5000蚊水平。因為始終我哋今個禮拜裏邊咧，其實市場嘅焦點都係美國就業數據，因為暫時美國嘅就業數據唔係太即係又唔係太明朗啦。咁所以市場咧可能喺呢個情緒之下咧，係做翻一啲調整嘅倉位咧，可能會有一個急劇嘅波動嘅。咁所以亦都要留意住最新嘅狀況，會唔會令到個金價會進一步上升？好嗱，美匯同埋黃金就因應個避險情緒就推升咗啦。咁啊，接住我哋要傾嘅就係嗰個能源價格，就係因為個供求關係咧，係咪就炒上咁樣？咁啊，今日能源個表現咧就比較好啲啊，都升得好誇張下嘅。睇實都係油啦，同埋嗰個液化天然氣咧呢兩個價格啦。咁啊，油譬如布蘭特其實都曾經咧去過成80幾美金呢一個位置嘅。當然而家個升幅收窄咗些少，源於其實大家都關注嗰個霍爾木茲海峽究竟係咪真係塞住咗？而家好多船都其實停咗喺度唔喐嘅，係嘛？咁啊會對究竟全球嗰個油同埋天然氣嗰個供應有幾大影響咧？因為其實呢個海峽咧都佔全球原油供應咧大約係20% 嘅。咁你油一推升咗個價，天然氣就跟住㗎啦，係咪？液化天然氣都跟住個價啦，咁樣升翻上去。咁啊高盛就估咧，如果嗰個運輸係中斷1個月咧，其實嗰個歐洲天然氣價格咧有機會真係倍升嘅，可能成1.3倍增，即係個增幅都唔頂嘅咁。先問下你個油價啦，即係有啲好極端嘅，即係睇到成$100咁。咁係咪呢一次嘅事件真係可以將個油價推到咁高咧？嚇？嗱，我諗即使上邊咧就未必會睇到個油價去到咁高先，因為始終咧就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咧，而家咧見到係所有美軍咧係封鎖住咗成個地區啦，變咗咧就係話好多原油嘅油輪嘅出口咧，亦都係暫停咗嘅。咁而家講緊嘅一個新嘅情況就係話佢哋需要係兜過其他嘅海峽啦，兜過一個段時間裏邊咧，可能需要2至到4個星期一啲咁嘅延長時間。咁甚至乎就係話要即係可能保險啊，甚至乎嗰個運費方面咧，各方面都調整咗向上，咁所以咧喺即市上邊咧係而家咧見到咧就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即係被 block 咗之後咧，就係話嗰個油價上升咧就取決於喺呢個咁嘅即係個運輸成本上面嘅提升。但係如果你話時間越長嘅話，呢件事都解決唔到嘅話咧，就真係可能會係對於嗰個原油嗰個供應方面咧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嘅緊張，而其他地區可能未必會有一個補充嘅情況之下咧，令到個油價會進一步上升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係話而家嗰個經濟狀況亦都可能被受到拖垮嘅情況之下，原油個需求係咪真係會加劇到嗰個油價會上升到$100咧？呢個係需要睇嘅。咁所以喺兩方面嘅角度咧，第一就係話喺今次嘅戰事上邊或者幾時解封嗰個木茲海峽咧係一個重要因素，時間越長，油價會升得越高。但係如果件事好快咁樣解決咗，或者係有一啲新嘅補充嘅方案嘅話咧，咁就個油價咧就會限制咗個升幅，可能會甚至乎咧就回軟翻咧去到$62甚至乎$60嘅水平。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諗油價、天然氣呢啲咁嘅因為供應嘅問題咧而抽升嘅情緒咧係仍然係比較波動。咁所以亦都未必話一口氣咧可以去到咁高水平，反而大家要注意咧，而家呢段時間咧好似之前嘅金價咁啦，原油價格啊、天然氣價格咧都會係有一個比較波動嘅。係，你見到呢個圖咧，其實喺高位咧，嗰個油價都殺翻落嚟，會唔會大家都擔心 OPEC 加真係可以加快係咁泵啲油咧，填補翻伊朗嗰個空缺咧？係嗱，其實咧，如果睇翻資料咧，就係話即係 OPEC 方面咧，其實佢哋嗰個產能咧，其實都係有一個限制輸出嘅。加上佢哋都講咗好多年嘅，就係話佢哋嗰個生產成本啊，以及咧嗰個生產嘅機器咧都老化，所以一下子咧就未必會谷到咁多原油出到嚟。
題。咁所以補充呢個事件裏邊咧，亦都唔係可以一時三刻有一個取題去到可以即係抵消翻呢個伊朗嗰個暫停嗰個原油出口。咁所以我諗呢段時間咧都係市場夾雜咗啲相關嘅消息啦，有未必補充咁多。第二就係話而家嗰個戰況裏邊亦都出現一個唔穩定嘅因素上邊咧，我諗OPEC 呢個增產咧只係一個短期補充嘅啫。但係如果你見到成件事就係話伊朗件事件一路係延續落去，原油出口亦都係受困擾嘅話咧，大家都會計到咧就係話嗰個OPEC 嘅增產咧，亦都除睇唔到咧，從而先會有機會令到個油價咧就會進一步上升嘅啫。好，咁啊油源啦，我哋成日講啦，即係同油好關聯好密切就係加拿大元啦。咁啊，究竟今次係咪真係可以擺脱嗰個弱勢咧？大家成日講到個油升得咁誇張嘅時候，譬如你花旗咧都上調咗嗰個原油嗰個目標價啦。其實佢話其實3位數即係120同100美元咧，佢話係最牛。先至會有可能，暫時緊佢覺得係第二、第三季先至會見嘅啫。佢基本嗰個 base case 咧都係估係大概60至到70美元嘅啫。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加元就算你話真係反彈嘅咁樣，係咪逢高沽會好啲咧？即係有機會真係隨住油價，好似你咁講，回落翻去就搭翻落嚟。係，其實亦都足夠去觀察住咧，就係加元究竟上升嘅能力有幾多咧？本身我哋如果純粹係加拿大嘅加息步伐、加拿大嘅經濟，佢嘅上升幅度係有限嘅。咁第二而家就係話講緊嘅油價有個好似急速嘅上升嘅情況啦。咁但係第二季我哋而家啱啱3月份先開始第二季，咁究竟係咪成個第二季都喺度打仗咧？係咪啲油一路都出唔到，而令到個油價繼續上升咧？呢個亦都係要睇住時間嘅變化。咁當然啦，油價繼續有機會上升，或者係可能打穿咗78啦、80蚊美元嘅話，加元係有機會再上升嘅。咁但係短期裏邊，我哋可唔可以就話見到嗰個事件去咁快完結，甚至乎就係話伊朗方面已經係有一個即係全面和平協議啊、停止戰爭咧？咁呢個可能會令到油價會回落嘅喎。咁所以咧加上美國暫時嚟講都有個優勢喺裏邊啦。咁所以我諗加元裏邊咧，今次個弱勢咧都仲未完嘅，係有機會可能係1.35、1.34之後咧就會成為加拿大元美元對加拿大元嘅低位，然之後再上翻去1.36、1.37甚至1.38呢啲水平嘅。好，咁啊講埋個美債，大家即係傳統覺得美債都其中一個避險嘅資產，但係今次冇見到喎。見到個債息升嘅時候，會唔會關乎上禮拜美公佈個 PPI 咧，就成4個月以嚟最快嘅增長2.9%，都擔心嗰個利息未能夠可能冇大家諗得咁快去減喎。係，呢個絕對係啦。加上就係話，如果我哋見到嗰個通脹仍然繼續持續，加上而家啲油價又繼續上升嘅話咧，其實個通脹亦都係會反彈翻嘅。咁變相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嗰個債息方面咧都仍然高企啦。咁所以變咗嗰個債價方面咧，亦都唔會反映到一個係有一個好大嘅反彈嘅情況。咁所以而家嚟講咧，最多都係美元資產流入嘅啫。咁但係對於債券方面咧，仍然係有一個存在不確定性啦，同埋通脹有一個不確定性啦，暫時未必會反映到嗰個債價咧會有一個進一步反彈嘅情況。